後來進前有用賴總統的聲音來變做的影片，台北市長蔣萬安來證實，講這個影片是伊委託製作的。所以，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的參選人張明佑，今仔日到地檢署告發到蔣萬安，結果隨後國民黨的議員楊石斗嘛去告發到台南市長黃偉哲甲立委王定宇，講因為伊嘛來公布了一段用蔣萬安的聲音來變做的錄音檔。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張明佑早一沓資料，甲律師兼證監到北檢告發，對象就是台北市長蔣萬安，就是為着這支經過 AI 深偽總統賴清德聲音檔的宣傳片，啊那蔣市長嘛證實是家己委託製作。蔣萬安市長明確的說，有事衝着我來，是不是公務人員的行為是涉及相關的職權呢？來生成真人的聲音，來混淆視聽呢？是詐騙集團專門在做的事情。YouTube 平台裡頭，影片播放的過程也看不到它是 AI 生成的聲音的標示。蔣萬安市長其實也清楚地說明 ，AI 它其實就是一個工具，如果它用來詐騙或者是傷害人，那絕對是不允許。但如果它是用來制作本片皮的衛教宣導影片，那問題在哪裡？對被告發三大罪，包括加重誹謗罪。蔣萬安無表態交予市府的發言人回應。不過，在立院後壁告發的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楊石斗，伊質疑台南市長黃偉哲、立委王定宇，嘛公布一段蔣萬安深偽聲音檔，認為應該公平攏告發。只查蔣萬安，不查黃偉哲跟王定宇。身為一個總統，身為一個市長的這個影像跟影音，只要沒有涉及到性犯罪、不實的言論、人格的抹黑。移花接木，其實不應該當有罪。對拿贏的動作，王定宇甲台南市府攏暫無回應。顛倒是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辛碧榮跳出來鬥相共。蔣萬安說衝着我來的時候呢，他實質上其實就是在鼓勵黃偉哲市長上次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是在告訴大家這件事情容易被誤認，不應該把它跟鼓勵混為一談。為了 AI 深偽影片拿力互相攻防，議題明顯是正做年底選戰的戰場之一。